请做位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雅各书4章第10节到第8节。雅各书第4章第10节到第8节。白话的圣经伫173页，其他的版本写看银幕。所以，你着顺服上帝，也着对敌魔鬼，伊就走向恁；信quyền上帝，伊就信quyền恁。恁犯罪的，就洗恁的手；两样心的人，就清去恁的手。以上，这是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。题目是圣洁生活的信quyền上帝，圣洁的生活的信quyền上帝。咱同时来祈祷，慈悲听重的宝贝上帝，阮感谢你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，更加感谢伫主日的时阵，阮犹原有这个福气会当来敬拜你。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人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开阮的心门，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互阮会当明白。我咱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咱伫5月时，咱有即个灵命的操练，讲清洁的心，清洁的心。然后咱伫今仔日开始，咱有4礼拜，嘛是一个灵命操练，是咱实际实践到伫咱的生活中间。咱来看讲圣洁的生活。咱既然有清洁的心，咱就要活出清洁、圣洁的生活。咱头一讲要讲到即个亲近上帝。当咱来看。咱伫即个5月所学习的，为什么讲到清气的心？就是因为咱的即个大诫命来讲咱要听上帝，爱听人。若是安尼，即个听爱做到什么程度？我为什么会当听上帝？我为什么会当听人？保罗写予提摩太前书第1章的第5节，伊伫遐讲，若是诫命的宗旨是忍耐，即个忍耐是对清气的心，甲无通责备的良心，甲无假的信生出。头前讲的即个诫命，就是咱主要说，还是为旧约开始的时，上帝所互即个以色列人，而且诫命律例，才一直到新约中间，主要所的即个教示内底时，就是这物件，伊的即个宗旨，伊就是为着即个听。即个听是啥物？对着一个人，全人的人，伫迄个生出来，就是清气的心，无通责备的良心，甲无假的即种信的。这是代表人的身心灵，所以一个听是因为全人发出来，这个听才有可能的。所以咱为着要活出这个主要所谓听的时阵，咱就需要来学习这3项的听，然后咱最后才有这个顺转的听的。头一个就是这个清气的心思，咱伫5月的时，就是今年咱所操练的，每年咱操练这个无通责备的，然后无假的这个信心，最后咱就是一个会当有顺转的心的。当然，伫今年5月中间，咱学习这个清气的心的时，咱就对付4个情形，就是我甲上帝的关系，我甲家己的关系，不对我的影响，以及对别人的影响，就是一个无信。咱用这个刀马会来做这个例，然后咱有情欲，就是对家己的这种关系时，咱用代笔王来做这个例。然后第3就是真见效。这个是家己的影响时，咱用撒玛利亚妇人人，最后一个咱的论断的时，对别人的这个影响时，咱用约瑟的这个兄哥的这个最例的。当然已经学习这个清气，咱需要有这个清气的心。若无咱无办法发出这完全的听出来时，咱已经学习个操练个这个时阵，咱应该要圣洁的生活会当显现出来。但是咱要安怎会当来过圣洁的生活？伊是一个会当选择的，我买还是坏？咱若是真做上帝囝的时，我相信这个毋是一个选择，毋是你买还坏，你是一定爱的。若是一定爱的时，我敢有这种的能力的咧？这个整个要成成的过程中间到底是如何？毋知有完成甲结束的这个日子的这可能啊无？这就是咱说了，为今仔日开始，咱有4礼拜中间，咱要来学习的。今仔日咱要来学习讲，圣洁生活伊的根本、伊的根基、伊的这个保证到底是甚么？然后咱进到伫后礼拜，咱要来学习的讲，要安怎来过着圣洁生活？
第3礼拜咱要来讲过圣洁生活，这个过程到底是安怎？是倒一种的过程？就是咱讲圣洁生活的完成到底是安怎？那用英文来讲的是，今仔日咱所要讲的就是 why？ 为什么咱要过这个圣洁生活？为什么咱会当过这个圣洁生活？到第后礼拜是 how？ 我要安怎来过这个圣洁生活？第3个是讲 what？ 过这个圣洁生活到底伊的过程是什么？第4个就是讲 when？ 这个圣洁生活伊的完成到底是到一个实际的啊无？那咱上个来看今仔日这个圣言节，我伫遐邀请咱大家做来读一遍，来。所以，恁着顺服上帝，也着抵敌魔鬼，以就走亲近上帝，以就亲近恁。恁犯罪的，着洗恁的手；两样心的人，着清去恁的心。伫这所在讲着讲，咱着爱安怎？咱着来顺服上帝，咱着来离开抵挡这个魔鬼，魔鬼就会这样走向恁。然后咱就要亲近上帝，上帝就要亲近恁。佮讲咱就要洗咱的手，来清去咱的心。当然，今日看雅各书是第4章第7节到第8节，咱倒顶是来看头前看后壁，底下来知影讲雅各写这句写这个是到底为什么情形伊会写安尼？原来第4章第1节底下开始讲起的时讲，伊这个批。雅各书其实是写予所有犹太人，这12个支派，不管伊徛去倒一个所在，伊都要写予。伊讲恁伫迄个所在有这个争战伫咧，有杀钱伫咧，有贪婪伫咧，有怨妒伫咧，有淫乱伫咧，这些拢是因为啊，你甲上帝伫迄个所在真做对敌，所以恁来谦卑伫第6节所在讲，上帝抵挡迄个骄傲的人，想使温和这个。谦卑的人，在正教的这个所在，所以头前讲，所以，就是头前有这样一个原因，所以倒转来讲，为什么安尼？就是因为你互魔鬼捆绑去了，你才有这个问题发生，有这个争战，有这个贪婪，有这个怨妒，这个就是因为你互魔鬼绑去啊，互魔鬼控制去啊，所以你就离开上帝。底下讲，你就要顺服上帝，抵敌魔鬼，伊就会得胜。然后你来亲近上帝，上帝就要亲近你，然后你来洗你的手，然后清去你的心。因为咱拢是迄个罪人，咱拢是迄个两有心的人伫咧。咱今日要来学习 ，why？ 为什么我要过一个圣洁生活？为什么只个人讲咱来清去咱的手，咱就要清去咱的心伫咧？因为圣洁是一种呼召，为上帝来呼召。上帝拣选咱做伊的囝儿伫咧。伫出来记第19章第6节讲，恁要归伫我做祭司的国，做圣洁的百姓。这个话是你所着甲以色列人讲的。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做伊的百姓，底下讲你要成做祭司的国，圣洁的百姓伫咧。咱是毋是上帝所拣选的囝儿？若是，咱嘛是甲伊共款。咱受敬调是，咱都要做祭司的国，圣洁的百姓。所以自然，咱就需要有一个圣洁生活伫咧。所以，咱必须要讲，咱讲做伊的囝儿，咱就必须要讲做圣洁的国民甲上帝，这是上帝拣选甲这个呼召伫咧。第二，咱看上帝伊嘛再三伫迄个讲，伫利未记19章的第2节讲。你着吩咐以色列人全会对因讲，恁着做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恁的上帝是圣。咱诚做伊的囝儿，咱着要缀着伊，缀着拜上帝，因为伊是圣，所以咱着要诚圣。耶和华上帝的旧约中间再次，伊伫迄个所在一直强调这个部分，过圣洁生活是圣洁上帝伊的这个呼召伫咧。咱看到新约中间时。保罗常常讲，你都要学我，你要效法我。因为保罗讲，我就会当，恁当然嘛会当。那保罗写帖撒罗尼迦，或者教会前书第4章第4章第7节来讲，因为上帝调咱，毋是递到误会就是伫正圣。所以过圣洁生活，其实是上帝呼召咱的目的之一。上帝呼召咱的每一个人，拢无共款。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眼中的迄种宝贝伫咧，但是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目的伫咧。
但是这是共同共款的一个目的。因为上帝是圣的，所以你嘛就要诚做圣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共款的这个目的的，就是你要诚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。那安尼来讲的时阵，咱需要安怎来努力，才当达到伫这个圣洁，有这个圣洁这个生活的。上帝知影咱的软件，所以伊有这个秘诀互咱。这个秘诀就是甲咱讲，你都要亲近上帝。伊甲咱讲，你若亲近我，我就亲近你。所以你若亲近上帝时，原来亲近上帝就是圣洁的这个秘诀的。咱头先爱知影讲，圣洁毋是咱伫遐家己修行，然后咱家己刻苦咱家己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做到。无人会当靠家己伫迄个来得胜的咧，还是来得救的咧。咱无办法靠家己伫遐来过一个圣洁生活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，咱每一个人拢是软正，咱拢是有限，咱拢是不足。哇，看到遮咱讲，是毋是真绝望啊？咱既然都靠咱家己都无办法要安怎？但是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伊照着彼得伫迄所在地，彼得前书第1章第20甲咱讲，在伫神的感化最圣，法古办讲借着圣灵得成圣洁。你得照着圣神，你得让圣洁起来。所以圣神的工作中间，就是有一项要互咱会当过着这个圣洁的这个生活的咧。上帝恩典在咱的软正，伊就甲咱报一条路，互咱会当伫迄个所在来过这个圣洁的生活的咧。咱来感谢上帝伊的怜悯，互咱有当诚做圣洁的这种可能的咧。毋是咱家己努力来过这个圣洁的生活，乃是爱放下咱家己，咱来亲近到上帝。咱眼中不再是干那我呢？咱的眼中应该看上帝，看主耶稣。然后的时阵，主甲咱讲：你若亲近我，我就要来亲近你。圣神到底是什么？圣神就是上帝的神。你要照着圣神，你得登到迄个源头，登到上帝的面前来。你要甲上帝来建立一个真美好的关系，这就是一个亲近上帝，得当得到圣神来帮助的这个原理伫咧。咱若要离开这个魔鬼，这是一个消极的这种态度伫咧。你若要亲近上帝，是一个积极的表态，表明我家己，然后也是一个动作伫咧。这嘛是魔鬼的刀闪的这个的保证伫咧。咱也知影这个伫马太福音12章在43节到45节时，耶稣讲一个譬喻，伊讲有一个乌龟。伊去用赶走的时，伊就去外围踅的时，踅到那拢无位通住。伊讲无我倒转去，倒去看觅啊，倒转去看讲迄个人的这个心中拢已经摒扫清气啊，但是内底无物件，足舒适的。伊就去找7个比佫较厉害的这个乌龟人啊，去带伫内底，迄个人后日会佫较凄惨个。所以咱若要离开魔鬼，毋是安尼就好。你有啥物物件，互你诚侪瓦靠无？只有主耶稣才是迄个魔鬼所惊的。你只要主耶稣甲你三个做伙，伫你心中，有圣神充满伫你的时阵，你安尼躲闪了这个魔鬼，才有这个帮助的。所以，就要亲近上帝。当你来闪避这个魔鬼的时阵，你会记得爱来亲近上帝。这个魔鬼才袂当佫倒转来。所以，咱来咧讲的是，既然亲近上帝是圣洁秘诀。安尼，咱要安怎来亲近上帝？咱要如何来亲近上帝，来过一个圣洁生活？头一项，咱用敬拜要来亲近上帝。常常伫圣灵中间敬拜的人，就是亲近上帝的人。伫诗篇第65篇的第4节，安尼讲：你所拣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，即号人有福气。我毋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。咱可能感觉讲，今仔我要来敬拜，我要来是我家己愿意要来，毋通袂记是因为你已经受主的拣选。当你这受主的拣选的时，安怎？爱到伫伊的面前，到伫伊的殿内底时来敬拜伊，即号人是有福气的。
你要如何来亲近上帝？你要常常到伫上帝面前来。你常常到伫上帝面前来啦，你的心思意念再用上帝做中心。这是头一项，你要敬拜，用敬拜来亲近上帝。你毋是敢若喙底下讲尔定，你有这个行动出来，也甲逐个兄弟姊妹、主要兄弟姊妹三个做伙，有只较无心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，尊主最大。第二个，咱就要常常来读圣经，明白上帝的真理伫咧来亲近上帝。上帝期待伊的百姓，以赛亚书58章第2节安尼讲。日子找我，欢喜在我的道路，亲像行义的百姓，无离开因的上帝法律，因求我照公义的审判，欢喜亲近上帝。为什么欢喜亲近上帝？因为上帝有公义伫咧。咱在咱的日常生活中间，咱常常有甲人这种无好的所在，咱有这种不如意的，甲别人有这种争钱杀钱的时阵，为什么？因为咱的想法无同款，咱的标准无同款。所以才有这种无好的时阵，不管是什么代志，你发现两个人当然吵的时，注意听的是，原来因逐个人看法无同款。这项代志，你看甲我看无同款，就开始意见无同就争吵。为什么会当安尼？因为无同款的标准伫咧，无同款的一项真理伫咧。咱对咱的始祖夏娃开始去食这个善恶果了后，咱就陷落伫这种情形下面。毋是上帝不爱互咱人有智慧。会当明白这个善恶，乃是上帝要互咱的善恶是照着伊的善恶，无拍算。咱食了这个善恶果以后，咱就开始用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的善恶伫咧。所以你看的甲我看的无同款，两个就开始有这种争论伫咧。咱来开始想看卖，所有的标准拢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前，那有啥物通好吵的？因为逐个标准拢同款嘛。只有圣经所讲的，才是上帝真理。不管是4000年前、2000年前，是拢无改变。只有上帝为母，才是真理。咱其他每一个人，咱只不过是相对的对，还是毋对那定。咱若拢会当倒转到伫上帝面前的时，你才有办法明白上帝真正意义啥，你才有办法来亲近伊，你才有办法伫迄所在来过一个圣洁生活伫咧。第三，咱用祈祷来亲近上帝。咱以前咱学习过这个敬拜人生的时，咱知影以色列人以前因伫这个圣殿还未起的时，伫会幕内底安怎敬拜？一开始因入去的时，有一个祭坛，一个小祭祭坛，然后要进到会幕内底的时阵，有一个洗手的叫做洗濯盆。迄个祭司因在底下洗手洗骹，再当入去到内底。入到内底的时，正边有一个陈设饼。倒边有一个金针台，伫点灯的，然后佮向前来时要进到至圣所的时阵，头前有一个金香炉伫咧。再递到伫无内底时，才是这个约柜，就是至圣所伫咧。当迄个时阵讲到时，这个金香台是要创啥？就是有一个芳伫迄个所在，安尼烧起时，带了以色列人的祈求，祭司。替以色列人伫遐献的这个祈求，就带着这个香安尼去到伫顶头去。当咱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阵，迄阵这个会幕，这个至圣所甲这个会幕中间的迄个幕，就为中伫遐所在个离开，表示讲咱不再需要讲透过祭司、透过牧师因替因祈祷。你家己会当到伫上帝面前来，这个幕已经拆开，主要说为着做咱的中保已经拆开啊。所以你家己来呐，会当直接甲上帝直接连线起来。祈祷是上帝互咱真大的这稳定伫咧。你会当将你所有一切，不管你凡事拢会当凡事祷告。你将你的所有代志，你会当用你的感谢恳求到伫上帝面前来。这是何等大的一种荣耀，这种权柄伫咱的中间伫咧，咱毋通忽略一个。咱要亲近上帝，有一个足简单的方法，你著祈祷。伊无受时间的限制，伊嘛无受这个地点的限制，甚至也无受内容的限制。你要安怎甲上帝来亲近？你上解好方法，你会当透过祈祷，随时你就会当甲上帝伫遐来亲近。第四，你要用真实的心来亲近上帝。
你爱亲近上帝，毋是受着勉强，也毋是出于要求，颠倒是爱真心刻无要来亲近上帝。以赛亚书第29章13节，伫迄个所在讲，因为即个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就离开我远远。因为尊敬我，不过是趁人所教示的命令那定。早时以色列人常常安尼有形象那定，但即阵嘛是真侪有即种经验伫咧。我毋知你今仔日到伫圣殿来，是为昨日就开始存着一个刻薄的心。我已经备办心好，我伫主日的时候，我要到伫上帝面前来，我要领受伊的教示，要甲上帝一个亲密的沟通。是毋是安尼？啊是主日礼拜是到啊，紧嘞！无别人会讲我哪会无来，还是讲啊爸母会看我讲哪会无出现，还是啥等等这的。咱到底伊出伫讲啊习惯性，还是别人的要求等等这，还是你完全对心内家己有刻薄的心愿意来？你要亲近上帝，你只有用真实的心来亲近上帝。所以，咱的上帝是看人内心的，咱别人普通人咱看袂出来，伊到底是怎用真实的心来，但是上帝知影。咱伫过去3个月中间，我休过的时候有到伫即个阿根廷，伫迄个所在有1个月的，因为牧师娘的即个弟弟伫迄个所在，所以阮去迄个所在甲看。我要去以前，阮知影讲，遐嘛有一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因完全拢甲咱用同款的信息，咱的礼拜形式拢总同款，啊嘛是讲台语的，啊，就真欢喜讲会使迄个所在，佫会当。虽然离开啊，其他伫别位的时，大部分拢毋是参像安尼时，就感觉有一个亲切感伫。要去的时，知影伊一间教会叫做阿根廷教会，去后知影讲伊已经分做4间啊，一间叫做仁义，一间叫做沐义，啊，一个叫做啥物安尼。啊，伫无共款的所在，敢若参像互遐无共款的所在，较近会当伫遐礼拜。但是咱嘛知影真侪台湾的教会咧，分开的时嘛，无一定真正是安尼。有人是因为意见无合，有人有啥物其他的原因是伫迄个所在分开。那分开无要紧，咱会当找一间属地一间教会，认真伫迄个所在来敬拜。但是咧，迄个月中间的时，我有熟悉因为长老，还是一寡别人的时，发现讲即个长老哪会无？伊当初即个教会设立时，伊是一个开拓的，但是到尾的时阵，伊无啥咧去啊。阮去的时阵，知影为阮我的舅仔伫个所在是。知影伊啊，就招伊去礼拜啥时，啊伊就迄4礼拜拢总有出现。啊，我倒转来离开到伫即个LA，伫即个加州的时，佮敲电话去找阮舅仔讲，啊，你礼拜有去啊无去？我发现讲伊甲迄个长老嘛无去啊。原来伊讲，有4间的时，人讲啊，你有去礼拜有无？我去迄间，啊，结果有去间无，并无一定有去。咱敬拜是咱家己的代志。你有真实的心，还是去迄所在？我发现讲，有啊，我有来。你一日敢毋着你甲我念，啊，你甲我关心，所以我出现互你看。咱敬拜毋是要出现互人看，咱是要到伫主的面前里。咱毋就用真实的心要来敬拜上帝，亲近上帝啊无？最后一项，你要用清洁的专人来亲近上帝。咱拄仔圣经在台湾讲的，你有一清洁的手，以及清洁的心，即个，伊甲咱讲。洗恁的手，清气恁的心。啊，手甲心有啥物关系？原来手所咧表示是讲咱的外面，咱的外面的行为。然后心是咧讲咱内心的部分伫咧。这圣经就是安尼甲咱讲。用英文来看的时，伊讲洗你的手是 wash 还是 cleanse your hand， 就是外面看起来咧洗，就敢若迄个以色列人这时要离到会幕时，有一个。洗手的盆啊，伫遐因倒伫遐洗，原来因的历史就是安尼。你其实爱清洁，毋难安尼。你爱规个洗身躯，但是迄个时阵无办法安尼做，敢若洗手、洗骹来代表。甚至到最后是嘛，这嘛讲做一个表明你的态度。像讲比来多，伊尾啊，伊伫遐无审判耶稣，伊嘛讲我洗手这项代志甲我无关的。迄是代表一个人的行为的表现伫咧。我也要将我的这个，为你外围看我的是水有清气，真做一个清洁的人。然后你的心是 purify your heart。咱你讲清洁的心，讲咱有一个 pure heart。上帝所创造你，
起初迄个完全无变质、上界完美的迄个心智的，你有迄个心智的无？代表是咧讲咱一个全人拢爱清气，才会当到来亲近上帝。其实圣经中间甲咱讲到清气的时，有讲到四站的这种清气。头一项就是讲言语的清气。你伫即个以赛亚书第5章的第6章的第50到第60节，以赛亚伫遐讲：我是一个喙唇无清气的，佮住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间。伊伫遐祈求天使甲伊清气的。对咱来讲的时阵，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要过一个圣洁生活，咱要应用上帝，但是咱讲出来的话会当应用上帝的。咱啥物常常讲一寡负面的话，无讲造就人的话。咱啥物常常咧批评别人，毋是伫迄个所在讲要来帮助伊，互伊的缺点让得到改善。咱手摸咱的心肝的想看觅，咱清气毋是干那我洗手洗清气就好，我的嘴唇有清气无？我的嘴所讲出来，啥物应用上帝的，对人有利益的，啊无？啊是亲像即个以赛亚所讲的，我是一个嘴唇无清气的人，住伫嘴唇无清气的百姓中间。这是头一个讲的清气无？第二讲的手清气，这是一行为。你讲你的行为，这是四篇24篇第4节，伫遐讲，啥物人会当上迄个圣山伫咧？就是讲迄个手清气、心清气的人，存心无虚假的人，迄人才会当上迄个。就是讲你的行为互伊人看起来是安怎？第三就是咱今仔所讲，这就是雅各书底下所讲，这是要讲咱的这种思想，会伫咱的思想到底会咱的感情部分有清气啊无？情感的部分。然后到伫即个诗篇73篇的13节，底下讲就是讲咱的思想的部分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甲咱讲啦，心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看见上帝。只有一个全人清气的人，伊才有办法伫迄个所在来看见上帝。咱讲咱有一个，咱已经锻炼过讲，咱需要一个清气的心。那呢，相对咱嘛应该有过一个圣洁生活。因为过一个圣洁生活要创啥物？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是圣的啊，所以咱才有圣洁生活。咱只有倚靠着，咱来当倚靠着上帝，亲近伊就要来帮助咱啊。所以咱若无做到伫圣洁生活时，咱常常感觉咱无平安，咱无喜乐伫咧。咱甚至佫会怪上帝，上帝我常常伫甲你祈祷，常常甲你安怎，乃拢无即个，乃我这问题永远佫伫咧。你有亲近上帝，你有过一个圣洁生活无？无遐尼简单。只我相信无一个人敢讲我已经过一个圣洁生活。咱拢咧努力中间，咱咧努力中间是上帝要咱讲，你会当的。为什么会当的？你若亲近我，我就亲近你啊。所以今仔日第一讲是要咱知影讲，你要表态无？你要甲你的心愿啊，讲这个是我愿意的无？上帝才有办法伫迄个所在来帮助你啊！但结论来看，亲近上帝、侍奉上帝是伊所欢喜的。上帝要为着伊备办特别的赏赐，伫这以西结书的第45章第4节，伫迄个所在安尼讲，这是全地一份的即个圣地，要归伫祭司，就是最圣所的采用，君我来服侍耶和华的。这个地通做因徛起的所在，甲圣所的圣地，你毋知有期待上帝为着你备办的这种特别的赏赐啊无？上帝要特别赏赐伫迄个圣的服侍者，你有爱亲近上帝、侍奉上帝、过一圣洁生活，上帝就要特别为着你备办一个所在，这是特别的赏赐要到伫你的中间。亲近上帝，其实就是咱家己意愿的表明，咱愿意无？是一人应该要付出的这个代价甲行动。何况上帝无特有一个保证互咱啊！伊讲，你若亲近我，我就亲近恁啦。咱在每一项上帝祝福的时，拢有人爱付出代价的部分，人爱努力的部分。伫这个所在，要互咱会当有过一个圣洁生活的时，就是你爱哪？愿意讲，我要亲近上帝。
我要用祈祷，我要用敬拜，我要用明白上帝你的话语，我要用真实的心，我要用一个清洁的这个专人，要来亲近上帝。上帝就亲近你，你就会当伫迄所在来过一个圣洁生活。亲近上帝是圣洁生活的根源，伊的源头，也是一个保证。咱需要保持伫个正确的路顶面，伫迄所在来努力。诗篇119篇3:20讲：你开阔我的心的时，我就行伫你改变的路。主要帮助咱。咱拢每一个人假设上帝囝儿的时阵，咱就应该爱过一圣洁生活，因为圣洁上帝安尼来呼召咱。这伊若安尼甲咱要求，伊佫互咱一个保证伫咧，讲我会甲你做伙。所以咱需要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来落实到是咱的生活。咱毋是干人听一寡理论，一寡讲我需要安怎是。咱会感觉讲，我常常向上帝要求啥，咱会拢无啥物，咱毋着倒转来想咱的部分啊无。咱人爱努力的即个部分啊无。最近咱看新闻中间，咱看见真大的即个消息，就是即个苹果的即个贾博士，伊来过身，哇，报纸是第一版完全拢总是。看电视讲，为几啊年前开始来看见讲。什么人会什么代志会当每一个这几大报纸拢总第一版完全用伊的，哇！讲伊这个蒋中正、蒋经国啊，什么安尼，这种真重大的代志才有可能。贾博士嘛是安尼，然后惊写一个，哇！美国的这 CEO 啊，或总统奥巴马，或者大家人，哇，写一个安尼安怎学落伊的话伫咧。我看这个报纸时，我看到一项内底调查，伊伫遐讲，因调查讲，这个使用，因为伊是做 Apple 嘛吼，所以这个 iPhone 啦、iPad 啦、iPad 啦、爱什么爱什么这吼，这使用者的时阵，伊去要知影讲，因的忠诚度如何，因有够死忠啊无？伊伫遐做调查，啊，因为手机上较普遍啊，我问到这个问讲，你用 iPhone 的人，你以后会阁用 iPhone？你知伊的死忠的迄个比率偌济无？90几%。咱用 HTC 啦，Samsung 我无咧广告吼，用这几种的人哦，拢60几%、70几%。但是用 iPhone 的人有90几%，所以遮侪人伫遐来推崇这个贾博士的。伊对咱人的贡献是啥物？互你的生活更加那舒适，更加方便。都遮侪死忠的伫咧，你知影上帝对咱的帮助是啥物无？互你的灵命得到啥？互你的罪得到赦免？互你有永生的愿望伫咧？互你想说你平安，想说你喜乐？你的死忠的这个率，毋是爱100%嘛，还是200%嘛？一个只不过帮助你的生活中间，互你感觉较方便，啊，继续进步的共款。就无我想讲，大概2、3年以后时，绝对比这技术更好拢出来啊！但是，佫一个是上帝，伊愿意将伊永生的性命互你，将平安、将喜乐来赏赐互你。你敢免遐尼死忠噶？亲近上帝就是死忠。上帝互你遮尔大稳定伫咧，你哪会离开上帝？你哪会无参与讲我一定要用 iPhone？ 因为我是伊的死忠的。上帝对你遐尼好，这个心，你得永远无离开伊，永远在亲近伊才对。佮一摆，互咱来思考的这个问题，咱要过圣洁生活的源头是啥物？就是你亲近上帝。亲近上帝其实是免需要要求的啊，是咱本来就应该有的，咱就是上帝死忠才对啊。这是咱今仔日头一个学习，要过圣洁生活，你的源头就是倒转到上帝。你要甲亲近上帝。咱要看讲今仔日咱即个信息中间，你毋知有啥物回应无？你听了以后，你有啥物感受？你感觉你要采取的行动是啥物？啊，你要采取即个行动的时间到底是啥物时阵？
啊是你有想，你要安尼做是，你需要上帝有安怎甲你帮衬啊无？咱为即礼拜开始有4礼拜，要来灵命操练，4礼拜连续有即个小组伫咧。咱望伫小组中间时，咱有好好啊讨论。啊，咱伫周报中间，咱看周报第10页的所在，咱有下即个灵修的即种灵修的圣经节伫咧。伫即4礼拜中间时，咱特别佫加一寡圣经节，含即讲题有关的圣经节，互咱对圣经中间会当更较明白即个圣的上帝。啊，拄要讲，咱着爱敬拜上帝，咱着爱读伊的圣经。读伊的话，就是即所在，咱毋得伫迄所在明白，咱来祈祷等等遮的。毋望伫即4礼拜中间，咱的小组，咱逐人会当参与。咱参与中间的时阵，才有问题要思考，讲伫圣主日讲道内容中，我印象上爱深的是啥物？我上爱受感动的是啥？我要经历的重点是啥物？为着要来回应即个主互咱的教示的时阵，到伫即礼拜中，我要做啥物代志？你有人可能是拜师，你已经做煞，安尼你就来分享。第二，伫遐讲，你若要过来分享，讲要过圣洁生活，敢有遐么容易啊？那安尼是啥物因素，互咱无容易伫遐过圣洁生活？望小组的人就为着你来祈祷。第三，讲请分享，你个人甲上帝关系如何？你感觉甲上帝上爱亲密的一摆的经验到底是啥物？你通安怎来亲近上帝？望咱伫4礼拜中间，咱会当有即个毅力伫咧，会当来参与，会当专程来参与。咱以前拢是8礼拜至10礼拜即种操练，咱今年换做4礼拜5月，4礼拜伫10月，所以应该是加足简单的。咱毋通松懈，毋通就安尼来放轻松去。灵命一定要操练，你若无操练，你无办法，你要付出你的代价伫咧。上帝迄个恩典就白白到伫咱中间，毋望咱伫即礼拜中间，能当得到帮助。这是我邀请咱逐个目睭开开，咱来思考。我学习着操练着谦虚的心，我要阁有过圣洁生活的时阵，主耶稣甲咱，上帝甲咱讲，你会当的，因为我是圣洁，所以你需要安尼。你若亲近我，我就亲近你，所以你是会当的。你家己来想，今仔日所讲的是你的心愿，你愿意来表明。你若愿意，你家己伫即个安静的时间时，你向上帝来祈祷，讲我愿意，我要来过一个圣洁生活，求主你来帮助我。主必听当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，你阁互阮成做你的囝儿有特殊的即种阳光伫咧，你爱阮成做一个圣洁的国民，祭司的国，你爱阮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阮伫这所在向主来表明，阮愿意安尼来做。但是，阮的欠缺，阮的不足，求主你帮助。阮愿意伫阮人应该努力负责任的部分，阮要来敬拜上帝。阮要常常来明白主你的话语、你的真理伫咧。阮要常常用祈祷来亲近上帝。阮要常常用真实的心交伫主你的面前。阮要努力安怎来牵起阮的专人来亲近上帝。求主你帮助，伫阮这4礼拜的灵命操练中间，每一样生命拢得到更新，拢会当荣光伫主你的名，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。这时阮要动心来明白主你所教示阮的新的诫命，安尼讲，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，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。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，这2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就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。